同大家嚟睇一個一房連儲物室嘅單位。咁啊，一入門口呢邊咧就係開放式廚房啦、飯廳啦。咁啊，本身有晒櫥櫃啊、洗衣機啊，咁啊，微波蒸焗爐、雪櫃都有齊晒嘅。咁啊，嚟睇下客廳嘅位置啊。咁啊，客廳咁其實咧，佢發展商就設計咗兩邊都有電掣噶啦。你中意擺梳化呢邊又得啊，擺呢邊又得。咁啊，出邊就係露台。咁露台都係望翻一個內園嘅景觀啦。相當之清幽，好多綠化環境嘅。咁啊，入嚟睇埋兩個房同埋一個洗手間。咁呢度一個走廊嘅位置啦，呢邊就係洗手間嘅位置。咁啊，幾光嘅設計啊，咁啊鏡櫃啊，咁啊都好多收納空間嘅。咁啊，入嚟睇埋呢個儲物室。儲物室咧，佢就雙掩門嘅設計。咁啊，呢度都可以擺咗一個單人床，或者用嚟做儲物室啊、衣帽間啊。咁啊，一樣有窗有冷氣，咁你可以用嚟做乜都得。搬嘢入去就開晒兩道門啦。咁平時就可以鎖翻呢度，淨係用呢邊出入都得嘅。咁啊，睇埋主人房。咁啊，主人房咁啊足夠擺一個5尺床啦。跟住呢度你中意擺一個梳妝台啊、書台仔都得。咁呢邊咧，佢呢個單位咧係有衣櫃位嘅特別，所以咧你見佢係個房係特別好用嘅。咁啊，出翻嚟客廳，咁啊再睇多次由門口到露台。咁啊，對呢個單位有冇興趣咧？如果有，歡迎聯絡我，可以帶嚟睇下嘅。